揸住呢條人生勝利方程式，你係咪已經贏咗99%嘅香港人呢？定還是你越努力越焦慮呢？你真正需要嘅究竟係咩呢？歡迎嚟到無限新設計所，我係 Kelvin。今次呢條片呢，就係我 YouTube 上面嘅第一條片。我會講下點解我會做無限新設計所呢個平台，同埋我會講下點解我要投入喺呢個生涯規劃呢個行業啦，同埋生涯規劃師其實嘅角色同埋職責係做啲咩嘅。順帶一提呢，我哋呢個平台呢，係一個持續推動同埋分享生涯規劃資訊，同埋幫到你設計你自己理想滿意人生嘅一個地方嚟嘅，一個平台啦。咁如果你想有一個滿意同埋想活出你自己理想人生狀態呢，即刻 follow 呢個 channel 啦。講翻點解我會投身喺生涯規劃呢個行業裏邊呢？其實就係源於我見到而家社會呢，好多人都對人生感到迷茫啦，又唔知轉唔轉工好啦，又唔知讀書讀咩科好啦，咁就陷入一個好焦慮同埋一個好內耗嘅狀態啦。咁其實我係想透過生涯規劃去幫到呢啲人嘅。咁你見到其實而家一啲小學生同埋中學生呢，都因為一啲唔同嘅原因啦，咁就選擇放棄自己嘅生命啦，咁就十分之令人惋惜嘅。咁你見到亦都有啲助人者，譬如社工啦，或者係教育者呢一啲老師啊，咁亦都助人不能助己啦，覺得好似嗰個氛圍、嗰個氣氛好差咁樣。咁你見到其實好多人而家係揾唔到自己人生嘅幸福感嘅。所以我想透過生涯規劃俾到大家睇到一啲人生嘅可能性，令到大家可以有得揀啊，可以活出自己理想嘅人生。生涯規劃係講緊啲咩呢？生涯規劃都係存在喺我哋生活裏邊啦。可能細個都諗過你大個將來係想做咩職業啦，有咩夢想啦等等啦，想要有幾多錢等等啦。咁其實我哋人生有唔同嘅階段啦，由細路仔去到學生，去到大學生，去到出嚟做嘢，甚至乎去到成家立室，我哋做人哋嘅丈夫妻子，生兒育女，成為咗父母，然後工作咗幾十年，變咗退休嘅人士。其實我哋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追求，有唔同嘅計劃啦。生涯規劃就係我哋對人生唔同階段嘅一個計劃，咁希望我哋可以活出自己心目中理想嘅狀態嘅。人生有唔同計劃，其實我哋希望想追求6樣嘢嘅。第一就係我哋希望有一個自己滿意嘅工作啦。第二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有自己嘅財富可以 support 到自己嘅生活啦。第三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有自己嘅一個住所啦。第四就係我哋希望有一個好好嘅人際關係啦，可以有友情，可以有愛情。第五呢，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有愛呢樣嘢啦，我哋希望父母愛我哋，我哋希望伴侶愛我哋。第6樣嘢就係我哋希望可以自我實現，我哋希望人生可以活出自己嘅意義啦。我哋窮盡一生都係追求緊呢6樣嘢，唔知你哋認唔認同呢？你哋嘅狀態又係點呢？咁喺追求呢6樣嘢嘅過程裏面呢，可能大家都面對一啲生涯嘅選擇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呢，生涯規劃師嘅角色呢就非常之重要啦。咁到底佢係做咩嘅呢？生涯規劃師嘅角色同埋職責呢，就係喺你人生嘅唔同階段、唔同角色裏面呢，俾你多角度了解自己嘅天賦、性格、能力、興趣同埋價值觀等等。喺呢個過程裏面，我哋仲會協助你去制定一個符合你人生價值觀嘅一個生涯計劃。我哋亦都會理清你混亂嘅思緒，推動你利用唔同嘅資源去完成你自己設計嘅人生計劃。從中呢，希望你可以達成一個你自己幸福嘅生涯狀態。咁無限人生設計所想做啲咩呢？咁其實都會圍繞住4個方向啦。第一個方向呢，就係希望提供一啲核心嘅成長思維啦，俾你可以面對一啲做人生涯決定嘅時候呢，可以俾你做一個恰當嘅生涯選擇啦。第二想做嘅呢，就係我哋希望幫到一啲學生做一啲升學選科嘅輔導，希望幫到佢哋揀到適合自己嘅學科，為未來嘅職涯打好根基嘅。其實而家好多學生喺中3、中6揀科嘅時候都唔知揀咩科好，因為其實佢哋未有充分嘅了解，對未來嘅職業構想都冇一個心中嘅拼圖。咁其實我哋生涯規劃師係希望做到一個角色，可以做一個輔助嘅角色，等佢哋清楚其實自己揀緊嘅有一條咩路，同埋可以點樣揀一條
啱到自己性格啦，啱到自己興趣，啱到自己能力嘅一個道路咯，等佢哋對未來係唔會咁驚。咁第三咧就係想幫到一啲社會人士，即係畢咗業讀完書之後，其實佢哋都需要一個好清晰嘅好嘅職涯規劃啦，幫佢哋揀個適合嘅工作，遠離一啲有毒嘅職場環境，慢慢去累積一啲財富同埋一個技能經驗嘅。而第四方面咧，我哋希望幫到各位咧可以做一個階段性嘅人生規劃啦。透過呢啲人生不同階段嘅計劃啦，可以協助你適應人生唔同嘅階段啦。喺每一個階段，你都可以期望你每一個階段都可以達到自己理想同埋幸福嘅狀態。咁係咪 plan 咗即係自己嘅人生就一定會實現得到呢？咁梗係唔係啦。咁有啲人佢對自己嘅人生其實動力就冇乜嘅。咁就算 plan 咗，佢都唔會去實行嘅。咁所以我哋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希望可以推動到大家行動同埋確切去執行自己嘅人生計劃啦。咁以前香港有個人生勝利方程式嘅，就係讀書揾好工、結婚買樓、生兒育女之後咧就係等退休啦。呢個人生勝利方程式喺香港仲係咪 work 咧？咁呢個問題咧，好值得大家用生涯規劃呢個概念去諗一諗。而家呢個方程式仲係咪適合大家作為一個成功嘅指標啦？咁我嘅目標呢，就係想香港人去邊度都可以快樂咁樣過生活啊！今日呢條片呢，就講到呢度啦。咁就如果中意呢條片就記得，或者係中意我哋嘅理念呢，就記得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啦。同埋有咩問題呢，都可以隨便去 comment 啦，去問翻我哋嘅。最緊要係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啊！我哋之後會拍更加多、更好、更優質嘅片俾大家去睇嘅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